嗯，好，身份感觉所长室内底即时静落来，脚步声行对家己的方向。歪，这是声音嘛吼？歪，所长室的乌色大插门，互人开开。内底是一个少年人的鸡两面鹰膏片，片目喙真水款。面顶无半支喙鬚毛，也是乌刺，两边鬓角收甲光光，头顶用头毛油抹过。伊穿石青色的警察制服，手这里要哪读啊？不要读啊！我看会当抄袂。复制。无，真正装笑的。好，这里不要读吼。手什么一粒保安总队的飘头，这里没有读。但身份，等你遮久啊，紧入来做。身份倒伊入去，所长室暗参哟。这个汉字实在是讲不晓读。拍算迄个警察还未黄昏就入来啊！所长室的卡垫放落来，卡垫是日本来的词啦，吼 ，curtain 就是窗帘吼，卡垫。所长室的卡垫放落来，敢若办公桌顶的迄拍电脑有点倒。这间办公间身份捌来入来几若届，今仔日空气中有加一种大茶味芳水的气味。一组低光色的这个网站教育部这个网站这么慢。这里华语读做晚哦，问题是都无这里嘛，这是要哪读？真正哦，佩服。好，芭比你捌吼？老早。读这汉语本吼，若读心若硬啦吼。因为字袂晓读过字词典拢现无吼。我无分享文本啦吼，这有版权的吼。好，来继续读落吼。故事讲到这个这个所长吼。调即个陈身份去所长室吼，所以即摆来到所长室，一组低光色的合成的陪碰椅吼，放伫办公桌仔边。警察坐起内底大位，手比头前，请身份坐家己的对面迄位。身份正手边，阁有一个人趴伫椅背吼，椅仔的背后啦吼。无看见伊的面，拍算伫外口，就是听见即个人咧哭。安尼内底敢有够光？身份甲门牵起来，
伸手要甲电火切互光，免我袂点伤晚。迄个警察手搁比一摆头前，爱身份紧做。这本小说总共才46页尔吼，我即摆已经读到第8页啊吼。办公道的电火光为迄个警察肩胛头后壁照过来，身份即时才看见伊形成迄粒3块2的徽章吼，总算又飘一个啊，即个音吼，用罗马尼飘音互人读吼。徽章啊，无出拄则即个，我即马写即根本就找无嘛，即是要哪读啊？即寡汉语先啦吼，逐个拢足强足敖诶吼，看了你拢分析甲讲甲有影有食啊，结果呢，我袂晓读。哦，毋是干那即字，拄则搁另外一字，我平常搁转去现啊。因为你对前后文就看袂出即字要哪读诶时阵，你要死要哪读。好，来继续读落吼。即时啊，当时啊，当时吼，当时啊，即个保安警察和所长是共一个阶级诶吼，3块2啦吼，3块2是3块2是3，我嘛毋知即警察啦吼。伊讲我是保安总队第5大队的副大队长杨令书，命令迄个令吼，杨令书读字迄个字啊吼。今仔日我来有2条案要调查，等身份坐落来，迄个警察遂开喙，身份感觉伊的声亲像一条乌色的中提琴吼。袂扫耳，也无咧甲人吹絚的意思吼。一加即个絚我会晓吼。哎，捌一个汉字。拢是大理大监理店找无的字吼。啊，大理店嘛无啦吼。啊，我看即个，找台语敢有？哦，找台语有教育部有收即个案，就是教育部用即字吼。好，安尼我过来查拄则迄字。歹势，饲毋着伊。球吼，教育部的啦吼，咱西南民国伟大的教育部吼，用一寡汉字正学文吼，读袂出来。球一粒保安总队的票头吼，所以即个读吼。啊，搁另外一字，我看觅啊，是倒一字啊？暗，即个应该是我袂晓读啦吼。伊讲所长色暗参，可能是参啦吼。即字安尼，所长色暗即字，暗3吼，我是读嘛摇毋着伊吼。甘伟林，但是我拄则即字我无去查吼，无去查监理店吼，暗3。好，来对遮哈，讲身份感觉伊的声亲像一条乌色中提琴吼，袂扫耳，也无咧甲人吹絚的意思。头一条是正方案。
总机关的同事讲，即间发电所内底一寡人骹手无清气，甲政府的预算暗去。加在有所长斗相共，阮已经找着犯人啊！罗拉，上尾迄句罗拉，伊是越头对家己倒手边讲的，身份渐渐看话明啊。当时啊，拍伫咧碰伊迄个老人就是所长。第二条案，也就是你入来进前，我参所长咧讨论的。关系到一份研究计划，甲一个盗犯。这条案我嘛稍有偏目喙啊，毋过也有一寡所在想袂晓。这位盗犯是甲档案扎伫身躯顶，骑脚踏车对边关对边关行出去。西南边关有4条路通出淡水市。拢是阮的边关巡查队咧把守，咧把守拍算伊是趁巡查换帮的时呢，按其中一条路偷走。新闻小姐，即件代志我当作是迄个广播局来搬啦即件代志你有啥物想法？我着爱好好用感情来读当作广播局。歹势，我知影恁叫我来是有要紧代志，毋过我实在想无家己含即条案件会有啥物牵连头壳遐搁咧起酱身份想要伸手去掰一下，这应该是掰吧？分手掰啦但是这台语要怎读？去掰一下，掰一下背一下背啦可能是我早者实在是咱着含新南民国的教育部着无解释，伊拢用伊的字，我着实在晕倒我着无感觉。Ctrl V， 背真正是背啦嘛，人即个教育部嘛无是线顶影片媒体索引内底的好，身份读甲上嘛身份想要伸手去背一下，毋过袂当互警察觉察到家己韵偌紧张。我干若是好现你安怎想？讲看卖。我感觉是迄个人较好运尔，哈哈，好运，这含所长的口径共款。你敢知影所长佫讲啥？伊讲你会晓断吉凶，毋则会当伊来报讲迄个时间爱行倒一条路出去。所长的声若哭若碎即马规个人掂掂，凡是是喉甲无力，还是毋知人去想无讲即个保安警察杨灵师，大概有才调甲所长起底甲安尼，气底甲安尼，伊是写气底。即个腔口，毋是我惯习讲迄个腔口阮讲吃底啦咋讲嘛？写气底第7条，无，咱来用泉州腔，可能是吃底厝。第2条才对阮读吃地嘛，我著讲读吃地伊大理大学咧修吃地伊可能是伊认为讲伊可能讲腔咧，就写起地但是伊佫飘声调佫遐飘无共飘第3条，应该是第2条
此地什么意思呢？此地就是此地是处理判决啦，这是文言词啦吼。第二个是麻烦，互人读甲疼吼。那和我所理解无共，我讲此地就是共欺负呢，咱来看第二个，讲因的囝真熬此地因老母，对啊，就是我讲的，就是欺负嘛吼。因的囝真熬此地因老母吼，迄则是第二句讲隔壁的鸡不时来咱的灶骹要此地人吼。讲鬼就是讲麻烦，互人读甲疼吼。因的囝真熬此地因老母，意思是讲，互因老母读甲足疼吼。隔壁怪不时来咱灶骹要此地人吼，来咱灶骹，互我读甲足疼吼。但是我较早拢甲理解做就是欺负啦吼，此地某咪人莫甲此地啊吼，尤其是我最近来时阵吼，老爸老母讲叫我莫此地小弟吼，就用即字吼。好。想无讲，即个保安警察杨灵书较有才调，甲所长此地甲安尼，身份甲目镜涂一个，目镜人真清气，毋知安怎刷感甲目睭前咧起缘分吼。我会替朋友相命，所长也捌找我算，毋过迄是做义娘尔。意思是你无要退，是你无退迄个盗犯报路咯？嘿，啥物盗犯的代志，阮拢毋知。安尼生杨灵书甲一台手指抱形的随身仔摕出来，手指抱形就是手指起来即种抱啊吼，手指抱形的随身啊，我咧想，这可能是后壁有解释吼。伊讲传信互毋知啥物人吼，身份有几若当无看见迄类的电子产品啊吼，所以是一种电子产品啊吼，无一定是电脑啦吼，应该手指抱形的随身啊嘛，无定手机啊吼。一下随身啊，随身啊，随身仔啊，随身啊，安尼生所长，你先去车顶等我。乒乓，灵书传信了，过无1分钟，听见一阵人行对所长办公室，3个保安警察撞入来。甲所长为碰椅握起来，2边插了出去。有影今仔日保安警察来就是要掠所长，凡是阁有一个即礼拜要逃走的盗犯。歹势，凡是阁有一个即礼拜要逃走的盗犯。OK， 骹接柄伫碰椅呢。身份感觉家己骹手咧掣，伊想要做互直，毋过伊也伤软，骹床下底的椅子嘛为中央塌落去。头一摆有机会伫发电所内底做碰椅，规个人伫要互塑胶味的合成皮甲泡棉包起来。所长办公室内底剩伊甲迄位保安警察杨灵书。就记得为3号寮出来迄阵，刺杀着2个好结条的意思啊！他会即马伊阁爱为着迄件代志，互保安警察来问话。头拄讲所长叫你替伊算命，叫你替伊相命，迄款代志你家己敢有咧信？看办势，杨灵书犹无要放身份走。有当时你毋信嘛无法度，世间就是有好命人、歹命人嘛。杨灵书也
平伫家己的碰衣内，所长较早拢坐迄位，拍算内底迄泡面平身份即边搁加软，加较软是毋是？个人的处境无共，这我会当了解。做共款的代志，结局煞无共，这我也定定看见。是讲，迄参好运歹运敢有关系哈？设施讲事件内底的纪律对大家人拢相共，好命人、歹命人即款讲法敢有理？这个想法真趣味吼！啊，搁一字我袂晓读啊，来，歹势，我查者吼。相对找台语来了吼，这吼遮困难的爱用找台语，无一条都无吼。啊，这装写就对啦。啊，你安尼是要叫啥物读会出来啊？我敢若有听到啥物人的声？各位汉语啊先啊，各位我请教一下，这是咧装写的。这想法真趣味啦，身份一时啊，这这字啦吼，我袂晓读啦吼。心一时才接续落去吼。毋知换即款讲法敢会较好？世间无好命人、歹命人，毋过逐个人拢有出运甲衰末的时阵。若安尼一个人当时出运，当时有结束，佮爱安怎决断呢？这点我毋捌研究呢。遮的重点是，无人会当以好歹利运做根据来安排家己未来的行动。杨灵师坐起身，两只手拄伫家己的骹头捂，伊迄眼神来检检，插对身份即边。要知影毋是，学毋着人吼。要知影出门敢爱早雨伞，着去听气象新闻；要招人看电影，着去找戏院的节目表。假使联邦党要派人甲档案偷摕出去，嘛着伫巡查队甲发电所安排间谍去走透风声。除去所长，阁有人咧含遐个犯人联络。身份小姐，你感觉是好运的解说，抑是我即马讲法较有理？歹势，我这是要安怎收起来？低去迄个下底迄个 command bar 挡掉的啦，我煞看袂到，佮敲袂叮当。OK。好，身份小姐，你感觉是好运的解说，抑是我即马的讲法较有理啊？讲到即马，杨灵师正手正手指哦，这是要安怎读啊？正手指指搁伫桌顶吐一个。那写两个字，我毋知要安怎读吼。
身份无应话吼，毋知后一句话安怎讲较安全。伊闻着办公室内底迄个淡茶味，拿来拿到，头壳咧晕。鸡仔，敢是恁讲两个拢手指的指，啊鸡仔。哦，手机仔哦，吼 ，OK， 手机仔吼，哦，感谢三年吼，手机仔吼，搁伫桌顶吐一个吼，头壳咧晕吼，迄是杨灵师身躯顶的芳水。我即摆来发电所，剩上尾一件代志还未发落。杨灵师徛起身，行去所长的办公桌，甲桌顶2张物件撒来摆伫家己的面前，佮甲囡仔为骹网找出来，放伫正手边。照保安总队的发电所行政规则，现主时我就是所长的代理。这2张签了，咱拢会使转去。窗外的红霞暗去，就是彩霞啦吼，红霞。窗外的红霞暗去，窗外春风吹，风咧吹甲，春风吹甲算算叫的声。身份目睭无好，看袂清纸顶写啥物。毋过伊会认得迄个申请书的排版甲款式。边仔即位3号寮的混龄监理的朋友，2人做伙送申请资过来。是，真好呢！有即款朋友。徛，这是迄个总声数。徛，灵师甲印色的铁盒仔拍开，掀开。讲实在，我是想要请你嘛做伙转去阮第5大队做调查。若无行到迄步呢，我建议你呢，甲家己顶死啥物人吼，伫倒位设情报站吼，拢报互阮知。讲拢报互阮知，讲人要甲你发，我阁会为发电所甲你放出去。杨灵师摕囡仔伫印色顶转一个啥物好运相命迄款吉康的话就毋免啦。走袂离，身份看有家己的处境。若讲面前即位保安警察无欢喜，出一支情头啊，就会当互家己，就会当输家己勒死吼。伊敢有法度为遮走出去？毋过别个警察伫楼骹发电所的人也会来甲掠，走袂离啦。身份鬢边的血滚卜卜跳，进前毋捌安尼，1分钟内着要30几摆，身份毋敢举头。敢若掠灵师的腰带甲裤带直前，灵师的腰带有插一支6响啊，6响的内底拍算有架枪子吼，6响所以6响就是手枪啦吼。伊倒边的裤袋内底敢有物件？身份伫心内暗念，着一个。身份想着啊！你的生日伫8月15号、32号，你正手边的裤袋内底有37箍的银角啊！身份讲了，杨灵师先是目睭天大蕊，喙角，这是要哪读？喙角安尼一个亲像要爱笑。歹势啊！即个我袂晓读，我早起。想袂到我有即个查汉字查遮侪遍的即个机会。监理顶是收做
作吼，台湾线顶是着，伊台语是着吼，喙角作一个，喙角着一个啊，毋知倒一个吼，可能是着吧吼，就是嘴角动抽了一下了，应该是这个意思吼，像要爱笑，这杨灵书了吼。目睭啼大蕊，喙角着一个像要爱像若像要爱笑吼。刷落，伊正手伸入去家己的裤袋啊，慢慢啊扫。身份听见银角啊三哭的声，杨灵书的手定去，亲像热天暗时树叶的风熊熊踮去。杨灵书无甲钱抄出来。10秒过去，伊双手伫家己面前拍两个，笑一个出声。所长讲的阁有影，联邦党的李光英也无遮厉害。砰砰啊砰砰，两个声。杨灵书拿笑拿伫身份甲份灵的申请书顶面顿印，砰砰就迄两个声。亚笔签名，好，身份小姐，多谢你，紧转去食暗顿。杨灵书手闭门口，表示要放心，表示要放身份出去，无听见外口保安警察的脚步声。袂歹哦，咱今日通读遮侪哈，今仔日，但是我拄则读遮侪。嘛，阁是伫第8页啦吼。啊，我一直显示我甲迄个时通甲缩较细吼，因为我著爱，我袂使囥咧即个我即马出台语即边哦，我无分享，所以我著缩较细，囥伫另外一个。等我会当甲放较大一撮啦。出所长办公室进前，身份对灵书的方向点一个头。再会，身份无想要搁见着保安警察，是讲伊也想无搁较好的回应吼，所以讲再会。我念伊嘛要来去，我念伊嘛要来去吼。退到即个所长室外口的时，身份。为门旁听见杨灵书的声，若你真正好运哦，咱是免阁相会啦，咱是免阁相会啊！发电所6点食饭，6点15分放烧水，7点正伫运动场暗会，大家3更要洗身躯食饭吼，食饭拢用佛的吼。而且囫囵吞枣迄个代志有飘音吼，食饭拢用佛的。餐厅到6点20分的时就剩无10个人啊吼。柯粉玲也是其中一个。今仔日暗顿食白饭饺肉臊，搁有中岛村的青菜猪汤。粉玲有加较一盘，放伫家己正手边的位。单拢冷去咯，毋知身份是安怎还袂出现，进前互所长叫去，就毋捌则晚转来讲，粉玲凭身份较晚一冬入来复兴第一发电所，头一个暗暝，粉玲倒伫3号寮，这是要安怎读啦？拍哭搁带油膏味的面床顶困袂去，倒伫3号，OK， 这里应该读做顶啦吼。粉玲倒伫3号寮，顶酷酷，搁带油膏味吼，油爱啦，油爱味，油膏味啦吼。的面床顶困袂去吼。首先，甲大家小解这里汉字吼。
我著想着较早吼，迄个较早家己名袂记诶，较早迄个维古迄个华视诶报新闻诶查某，迄个古林人啊。每日一字啊，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字啊，来丁哈，今仔日是要介绍这个丁字哈，丁确确的丁哈 ，OK， 伊是安尼写哈，那敢若一个有减一点尔哈，减一位啦，减一个位哈，叫做丁哈，这毋知啥规定的啦，我嘛毋知吼。那看有即个是定啊，我遐毋是头前后壁前后文我摇会出讲即个叫做定吼。云宁倒伫3号寮，定确确搁带有够味的眠床顶困袂去吼。迄落一日了，你敢是人无爽快吼？要带你去互你熟无？想来是家己迄暝伫眠床顶吼。车跋柄的声，甲人吵精神啊！云宁赶紧对室友来回息咧。我无要紧，歹势，骹腿毋知安怎有够痒，反正明仔载爱甲床巾吼摕去洗。对啦，内底物件较无清气，我拄你来迄阵，定定咧感冒。两人甲家己的名声报互对方知影，身份。惊去交吵着别人吼，平伫床铺的铁架含云宁细声讲话，黑暗中两双目睭目拄目三对看。云宁讲身份是伊伫发电所熟悉的头一个朋友，身份讲云宁，互伊想起家己伫迄个伫美国读册的小妹陈心姜吼。穷人迄个穷啦，应该是读做姜啊，查一下吼。姜吼，川姜吼，陈心姜就是陈心粉的小妹嘛吼。讲新闻讲，云宁互伊想起家己迄个伫美国读册的小妹陈心姜，学员伫发电所内底爱乌刷拍石，也爱照轮来负责洗衫摒扫，无底做轻巧吼。总是有人做伴就毋免遐拖磨。捌有一摆，身份云宁问起伊出去了后有啥物拍算。身份讲家己头一件代志是爱去找因小妹甲老爸。云宁煞无法度想象家己的未来会生做啥物款。入来的头一冬，云宁就收到通知，讲老爸老母伫别位的家角内过身啊，无亲无切吼。外口的世界较安怎开阔，会当挖靠的也找无半个。我想要去食串冰，会记你家己迄时是安尼凊彩甲应。云宁无感觉讲隔开了后，外口的世界会比发电所较好。唉，即款心情，若互迄个人知影，拍算伊会真紧张，要找一个法度替家己来化解。就是安尼，云宁则无想要对伊拆白。云宁。云宁餐厅门口是身份的声吼，身份咧叫伊。搁换5分钟转来，因就爱叫我甲这饭吼拼稀煞哦，毋是，歹势，这是云宁的声吼，云宁我要搁加一个声出来，诚困难。搁换5分钟转来，因就爱叫我甲这饭拼稀煞啊吼。云宁吼，甜甲真受气的款吼，我头一个看，煞发现身份的目镜恁后壁两边目镜拢红红，是安怎啦？身份爱云宁赶紧倒伊出去，
等两人行到餐厅，电火光照袂着的所在，新婚骹步才慢落来。婚迎，咱明仔载出去，我会试测准。第9页，新婚甲所长室内底代志吼，甲所长室内底代志的大概，拢用婚迎来说明。佮讲起家己安怎用刺插甲迄个保安警察的身形算甲明明。大声伊想讲迄个人年岁看着甲家己差不多，问迄个警察敢是骗家己大，佮问是大一岁啊2岁。共款的道理，几个几号出世嘛会当知影。问伊裤袋伫啥物物件？就有影较废气吼，刚才我头一个就摇着有棍角啊，伫伊正手边吼。即段是你讲啥咧看无吼？伊讲起家己是安怎用刺插甲迄个保安警察的身形算甲明明吼。对，后壁一个冒号吼，讲大声伊想讲迄个人年岁看着甲家己差不多，问迄个警察敢是骗家己大？佮问是大1岁还是2岁？共款的道理，问迄个警察是问啥物人？几号出世嘛会当知影？这是你说明，但是我看无介有呢。可是毋是问别人讲即个？但别人嘛无一定知影伊的即个出世的生日。好但是后壁即句是用讲的吼。有一个 quotation mark 吼，引号啦吼，即个引号讲，问伊裤袋堆啥物物件都有较废气。刚才我头一个就摇着讲有片角啊吼，伫伊的正手边。婚迎点点听新婚讲话，目屎含伫目前吼，心内咸酸苦涩袂润伫吼，身躯直窜起来吼。遮侪冬拢规紧伫共即个所在，婚迎原地抓准讲，这内里啊，就是因人生的一切啊！你出去了后，头一站代志要创啥？新婚甲伊问吼，婚迎感觉新婚讲的话袂输是家己咧面望较使伊真正甲家己的愿望讲互新婚听，凡事这面望就爱精神咯。婚迎知影家己是一个特胆的人是吧？我记得之前有看过讲即个无特胆着读力吼。但是进前大理大书店是对吗？我袂记啊吼，之前咱有显过嘛吼，什么特胆我煞袂记吼。好，什么胆啦，我袂记。婚迎知影家己是一个特胆的人，伊无表现出来，毋过伊知影人世大多数的变化，拢会互家己心惊胆吓。新婚，你毋是讲算笑吼？婚迎感觉家己的心脏伫要袂堪直，两人要行转去3号寮，拄经过运动场，即马伫1号寮甲2号寮中间，餐厅公寮的路呢拢有电火条，毋过3支内底干若1支有过电。即则路特别暗深。因边仔有一间藏摒扫家私的仓库，即间仓库的铁门无挂锁，新婚爱婚迎参与做伙行入去，刺杀袂甲咱骗啦。行到仓库铁架后壁，新婚目镜拔起来，牵婚迎的手去搭伫家己的鬢边，伊知某摸着新婚头毛小可淡淡吼，
新婚面烧红红，两人的肺管是照无共的节奏，大力弹吼。婚龄也未感觉到新婚伊鬓边为着刺插咧带，新婚腰，互两人的视线对焦垂。毋是歹势，新婚压腰啦吼，即个也读压腰，互两人的视线对焦垂。仓库内无电火，一粒仔路顶的光为远远的电机色照入来。婚龄敢若会看着新婚的面吼，新婚的鸡卵面，互日头晒甲乌，晒甲目镜后壁的片管有一顺白唇。婚龄毋敢喘气，惊互新婚的目镜起雾。人若看因即两个，即个是要读。即个后壁接一个面，这是要读。颜面颜面然后照合文啊，结果我袂晓读吼。颜面就是我意思就是用即平常时足定讲到的一个字啦，一个词啦吼。颜面就是咱即个和我所理解的颜面无共。我所理解的颜是即个颜啦吼，有光啦吼。即只是写颜吼。是讲对，无智慧嘛吼，无智慧吼，袂家己安稳吼，镜头就气散吼，什么意思啊？大理大词典写嘛是修颜吼，是业地亲密吼，堪得欣善拄好，但是无迄个无智慧，无迄个颜面就是光面啦，就是光啦吼。但是这大理大词典拢无吼，好。婚龄毋敢喘气，惊互新婚的目镜起雾。人若看伊即两个颜面呢，秘伫遮毋知咧创啥，定着会甲因踢笑。想着即阵，婚龄感觉家己的面嘛倒咧反红，要甲家己的手抽转来。来啊！婚龄感觉新婚出来，甲家己的手掠掉，目睭开开。外面看无，也毋过婚龄真正有望着新婚鬓边的血管着两个。你看，我问讲，咱敢有法度做伙对位发电所出去？迄是好结掉。手放开新婚腰脊骨剩直直，安尼你阁毋信，我嘛无法度。婚龄大下。是大下哟，即个汉字大发吼，大发吼，蒸发啦吼，蒸发我会晓读，结果写哩叫我电脑袂晓吼。新婚倒位啊？读到第啥要看？我写婚龄啦，婚龄大发，行做前为仓库内底出去，伊的心脏也咧噼噗跳，佮感觉家己肺内有啥物咧有啥物烧脑的物件，按身体各处要冲对头后壳的所在。婚龄也毋知迄是咧欢喜家己得要自由啊，还是有别项原因。新婚出去了后，我甲你做伙去找恁小妹，敢会使？婚龄甲新婚两人行甲真晚，即马要转来伫3号寮的门口。我感觉迄是我即马想要做的代志。婚龄两边喙角的所在直直摇起来，面婆嘛倒咧揪甲暗吼。当时啊，家己得要袂记咧笑的感觉是啥款？啊？
好，佮9分钟，会当佮继续读吼。总理府伫淡水市诶，故事到遮倒一个坎站吼。总理府伫淡水市诶中兴区东南迄角市，杨灵书爱同事甲复兴发电所掠到诶4位犯人，先押转去保安总队，家己伫公园路落车。伊伫南门过检查站了后，伫南门过检查站了后，8楼梯起去总理府3楼。总理府正中央东迄间就是总理的办公室。伊经的即条巷路无对外的窗仔门，两边壁顶拢是旧政权时代就收藏伫遮的西洋卫警甲前总统的行图。即摆行图到上尾出现一百孔的卫坑，下底一道牌仔写讲：治安维持临时总机关大行。总机关的头人总理片正行的相片挂伫个迄百孔白卫坑搁过去的壁顶。总理的片刀伫架开进前，互枪子拍甲断半过。则特别经伊斗假片拍顶啊入去的相片吼，顶头3拍黄色的电火，甲总理的面照甲加真勇健，真有看板。来，啥物叫做加真看板？KHANBAN， 当然是写汉字啦吼。看板吼，就是即个伊汉字就写这大理新书吼。看板是刊印档的物件，当然毋是吼。伊讲即只加真看板嘛吼。是倒位？我大概倒位煞无看。加真勇嘛吼，真有看板，毋是刊印档物件吼，真有看板，刊人参与嘛，毋是真有看板，是真有保持维持吼 ，last for a long time， 会当持久吼，所以真看板就是真熬动了吼，真有看板能持久的吼 ，last for a long time， 真有看板吼。这我今仔日才学着吼，讲顶头3拍黄色的电火，甲总理的面照甲加真勇健，真有看板。是讲历史知影，迄个人吼，即马生做啥物款？规个面撩皮皮吼，袂输一道老菜脯，脆皮肉吼，要碎落到红滚。目睭落看袂清是非吼，老推啊，这什么意思啊？老推啊，伊写拼音哦，但是我看无吼，咱查者吼，老推什么意思 ？LAU 第7条推，伊是写 THUE 啦，我用白话字 THOE。老推是老推第7条，老推啊，无即字啊，对啊，拢是第7条啊。好，来。这个词台语有吼，老推是老年痴呆症，叫做老推。嘿，我毋捌听人咧讲诶，老推吼，老推啊吼，迄个人吼，看袂起伊啦，讲即个人老推啊吼。毋知影即几冬会对迄款相命遐尼
安尼啊信道道吼。保安总队第5大队的杨灵书有要紧代志总理报告，这是杨灵书讲的吼。总理府大办公室的门合起来哦，为中间的门旁，灵书会当看见内底电火光甲规个人影。总理的示威开门吼，示威啦吼，示威。哦，我拄则袂记即只有拍汉字。哦，大理大书店有收楼梯，吼，楼梯是楼甲无关系，叫楼梯，吼。楼梯楼甲无关系啊，讲老人痴呆嘛是会使来都无关系啊嘛吼。示威吼，示威读做示威吼。总理的示威开门，灵书先对总理行礼，才踏入去。总理偏正行坐行，这应该是读行啦吼，我查一下吼。行为的行加一个目字边吼，徛目字边。行吼，环或者是红吼，咱读行啦吼。总理偏正行坐伫牛婆办公椅吼。伊面前的茶桌顶有2后烧茶咧冲水烟，示威请灵书搁去坐伫遐。总理大人，阮伫复兴第1发电所发现3个联邦党人暗算英案要按西南边关来逃走出去。灵书一个坐定吼。两边讲起发电所的代志，总理偏正行挂花镜吼，当咧看册，听见联邦党这3字，伊才豆豆甲目镜拔起来，囥去边仔。伊的头毛、喙鬚甲目眉拢惨白。少年时伫潮州做刑事警察，互伊的面目拍甲乌绿绿。即马还无人敢甲伊讲伊面顶的老人斑哪生哪多啊！西南边关，安尼就是非战区的阿毒啊，和下港迄阵匪类咧偷来暗去的意思嘛。偏正行对到单也毋捌变的，偏正行从到单毋捌变的，干那伊的大声后，歹势，我应该大声后吼。西南边关安尼就是非战区的阿毒啊，和下港迄阵匪类咧偷来暗去的意思嘛。但是照有元气吼，老推呢啊。迄3个人，你有哭起来无？你有哭起来吼？有，毋过也有一件代志爱烦恼。我掠着迄间发电所的所长咧，甲迄3个盗犯斗战手。办批咱总机关内底，阁有人去交结联邦党。办批啥物意思来？哇！即个拄则少年蒙少年哦，咧台语词捌一堆吼，我拢袂晓吼。办批、楼梯，我嘛毋捌听过吼。办批，伊嘛是写即个吼，迄个音吼，第7条批 PHOE 吼。我无即个词。办批无即个词，哦，册台语，台语大书店有啊。办批是 expect，办批
假使是搁意外，就是无想到疗伤袂到。万批你会讲即款话，万批伊无来。诶、万批，我看即嘛册内内底有收台语大词典，预期预想吼，毋是不料啦，是预期预想吼，是有先想到啦吼。万批吼，好，来，咱继续看吼。万批咱总机关内底阁有人去交接联邦党，你若看即个前后文，即个万批就是预期嘛吼，有。你想啦吼，料想吼，讲咱总机关内底阁有人去交接联邦党，吼，迄阁有背骨的，咱太无清气吼，你毋着赶紧互迄个所长开喙吼。好啦，即两个人对话阁落长吼，咱读到遮啦吼，万批吼，写到遮万批吼。万批，这是啥？教语词吼，我来记笔记啦吼，无会袂记诶，读到倒位吼？今仔日是7月16，读到即个万批。我有搭即个，我吹着万批。好，咱来看一下三年分享的吼。咱今日读到遮，后礼拜吼，咱继续读即个教语词难谈吼，所以欢迎各位搁转来读这篇小说吼。虽然故事无讲介长，但是看伊写甲嘛真趣味啦吼，真互你期待吼，互你会想要期待，讲要知影结果是安怎。好，此地散亡散，阁有看板吼，就有人安尼讲哈。阁有身体为着爱适应，互伊长期有看板，有当时会归去甲均肉量降低，均肉量较少，通互身体变较轻，互能量运送加较有效率，走表较免遐尔痛苦，身体适应互。效率提悬吼，这是讲看板即项。若是讲建立筋肉甲骨质吼，这是煞吼，煞是颠倒平的效果。咱也知影看板走是一项竞技运动吼，普罗的运动员嘛着爱训练强度够悬才通参与，而且大细着。伤嘛加减有，着伤啦吼，而且大细着伤嘛加减有，咱一般人毋好将伊当作是强身的运动方式吼。看板走就是马拉松啦吼，看板走嘛吼，走久的吼。万批吼，有其意外疗伤无够吼，无万批才是疗伤无够吼，万批是有疗伤够吼。无万批吼，好，感谢三年做笔记吼。咱今日读到遮，后礼拜阁继续来读即本读煞，咱再去读别本啦吼。歹势啦吼，安尼较读个较效率。即个礼拜出师线吼，欢迎大家来读出师线吼。读白话字我是较。读了较辛苦啦，吼，读汉语有时我读到不时就去读着铁棒吼，无倒就跋跋倒吼。好 ，OK， 到遮，感谢各位，我要来关房。